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什么？你是安怎？我万了一个囡仔，伫隔壁无人照顾，点啊伊直爬，险险啊，都跋咧坎骹。所以，啥个囡仔？囡仔，啥个囡仔？我感觉最熟悉的，阿哥，我若要甲斟接上。 又搁想袂起来，想袂起来，莫想啊！我讲哦，你可能是伤过忝啦。我想要应该为休困一段时间，适合你听听，好？是啥物代志啦？哪会安尼喊到大声细声啦？无啦，伊做噩梦啦。我等你想讲吼。 甲放一下假，来休困一下。头家，唔免啦，就算我放假，我嘛唔知要去倒位。我若行较远，又搁惊袂晓通转来，唔免啦。启东，咱明仔毋是甲细明约好，要同齐去带囡仔转来，无咱就带素琴同齐来去，互伊去庄下行行，心情嘛通放较轻松的。 安尼好哦，少群，好不？多谢头家，多谢头家你。哎，细明啊，哪唔困？真晚呢，明仔早起吼，咱搁着爱来去阿寮带囡仔转来呢。我知啊。 是毋是明仔载要爸囝团圆，所以你欢喜甲困袂去？明仔载吼，明良就要倒转来，我希望吼你会当谅解。虽然明良毋是你的亲生囝，我希望以后吼你甲当做亲生的共款，遐尔啊疼惜伊，好无？你毋通袂记的呢。这件代志吼，我甲启东啊是出真侪力。可是讲我若无心，我哪着会安尼死做啦？你放心。 等囡仔若是带倒转来，我绝对会甲守命命，而且我尽一切的力量来甲栽培。你若安尼想吼，我足欢喜的。这段恩情，我甲淑姬啊，绝对袂甲你放袂记。你认为伊敢真正离开这个世间啊？我嘛毋知呢。也毋过，我有请人去探听，也毋过拢无消息啦。我问你哦。 假使讲有一天，淑姬还无死，走转来咱兜，要将囡仔偷偷转去，你会安怎？当初吼，伊甲囡仔抱什么人，伊死就毋讲啦。经过10年，囡仔真无简单，才去我找着。我当然无可能去予伊啊。这点我相信啊。啊，毋过我要问你的，毋是你对囡仔的看法，是你对淑姬的看法。我甲淑姬啊，你甲淑姬啊，拢已生一个囝。 那安尼，恁的感情，就毋是普通感情通啊讲。是讲迄是过去代志，我是无应该计较啦。不过我才是想要知影讲，假使讲淑姬啊，即摆若无事出现伫你面头前，你介意敢会恢复过去感情？这小夏，咱阿仔某遮久啊，敢讲你对你家己一点仔信心都拢无？ 这毋是我有信心无信心的问题，我只是想讲，要为你的嘴听得更较肯定的答案。我知影我无应该安尼信任你，啊，不过有时阵，我就希望讲，我就是淑姬啊，我替你生一个囝，然后离开你，那安尼你就想我。 亲像受淑姬啊同款，我嘛袂亲像即摆，逐工困做伙。啊，毋过咱中间好像就欠着什么物件。好啦，
秀霞，以后若有时间吼，我会请他陪你啦。咱的感情吼变成安尼，我咧想，咱病院的工课是过无用的关系啦。毋是，毋是，是因为咱无囝。所以你知无？我就想要我个囝，我就想要，我就想我这个代志要。吼，我都免讲啊，我做医生的人，我知影。无安尼啦，我有熟悉一个妇产科的权威，咱连工吼，我带你来去医，连工做一个更较详细的检查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将这粒表啊，互你扎去，你着好好保守，吼。这是阮明良上爱食的鸭肩。天哥，你还袂食早起哦？嘿嘿，较早，嘿嘿嘿。啊，明娘啊咧？啊，有囡仔人吼，较重眠，互伊加困饲啊啦。哦。较济啦。阿爸，明良啊，来食早起，阿爸甲你买面体呢。我袂晓啦。是咪你袂晓？你平时早起时啊，拢食两三碗，你今仔讲袂晓，我哪会相信？对啦，明娘啊，紧食吼，小等伊要来带你去呢。对啦。阿母，恁伫大路边要落车行过来啊？阿爸，我讲明明莫去。对啦，莫互明良去啦，那样我会做无伴的。查某囡仔人有耳无喙。明良啊，恁阿爸安尼做吼，嘛是为你好啦。啊，若过时间，因遐家庭环境较好啊，因会好好甲伊照顾，好好甲伊栽培呢。啊，毋过，我知影。阿爸较早讲哦，无论安怎伊拢袂将我互人啦。阿爸根本就是咧甲我骗，伊是听讲伊要甲我赶走的啦。哎呦，明良，阿爸哪有可能这个意思呢？有啦，你有。啊，阮即马随便甲遐个人赶走啊，我会甲伊转去的啦。我先生，啊，是你啦，歹所在啦，遐济啦。恁客气啦，阮是照约束来带明良倒转去的。我袂甲恁转去啦，恁走啦。阿爸，你甲伊赶走啦，我袂甲恁转去啦。戆囡仔，阿爸无娶某，要哪有囝呢？阿爸是你的养爸，伊则是你的生爸。吼，而且阿爸甲你约好啊，我袂使改变。阿爸，我爱离开你啦。戆囡仔，你随时想到阿爸，也是放假，拢会使转来看阿爸，啊，搁甲庆来佚佗啊，知无？乖，好，啊，这旧衫吼，若寒还阁真好穿，来。先生，我将囡仔交予你，希望你好好甲照顾，好好甲培养。你若无好甲培养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老师，你这里放心，我绝对袂互你失望。快，紧去，阿爸，快，紧去，来，爱听人的话，吼！而且阿爸答应人啊，查某囝讲话要有信用，知无？我真跟你说嘞，阿妈，阿祖唔讲，来来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我若去了后，你也给我保重。乖，爱听人的话，知无？
我赶快送给你，金龙，金龙。怪，哪会安尼？迄段，你电话卡有通无？有啦，修理手话讲连伊派车来啦，真奇怪呢。平常时车就好好啦，怎煞来歹去啊？说明两阿某若唔知叫小王调伊个死哦，无去甲伊去带囡仔。袂啦，家己的人知影想，袂去怪你的啦。一定是我带衰啦。我若莫来，无得卡车都袂歹。素琴啊，当你是讲啥啦？这车要歹去，啥嘛无多料想，这摆很怪。是啦，你都喊你出来，心情都爱放较轻松的，唔通想较济啦。启东，无利用等拖车的时间，我甲素琴落喺溪仔边行行。安尼嘛好啦，是讲你毋要行伤远呢。我知啦，素琴恁行。这个所在，我好像从捌来过。哦，敢讲你也是这附近的人？我唔知影。我若是认真要甲想，我头壳就会痛。那呢，咱就莫讲这个头壳疼的代志。素琴，其实我有一个问题，一直找无机会问你，趁即马拢无人，我希望你坦白甲我讲。头家娘，什么代志？你感觉启东这个人啥款？头家人真好啊，像伊这么顾家，又搁这么趁钱，这款人足少的呢。我嘛知影伊真好，也毋过你敢相信启东会去交往你的查某？免来的啦，头家娘生做这么水，搁这么贤惠，头家免来会去爱别个查某？真是袂？当然袂啊，我对头家有信心。也毋过上惊就是有别个查某诱拐伊。免来的啦，头家逐暗拢有倒转来啊，哪有外口的查某甲诱拐？是啊，外面是无人敢甲诱拐，也毋过我是惊厝内啊。厝内，厝内就头家娘甲我尔。头家娘，你的意思是？大庆，这10几年来，我好心收留你，我希望你毋通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。也若无，你就袂用怪我无情。头家娘，你甲头家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虽然我失去记忆，也毋过我绝对毋是一个忘恩背义的人。可能有当时头家是真关心我，真照顾我，啊，毋过迄绝对毋是男女中间的感情。头家娘，假使你若是袂当相信我，我会用离开。等者，素琴，其实你嘛免遐尔紧张啊。既然你都对我已经坦白啦，那呢这件代志就准拄煞。其实讲，我并毋是无关心你，对你的婚姻我嘛是真关心啊。我的婚姻，启东的外销公司有一个叫阿虎的，伊拄好准你死某啦。想讲对你的印象嘛袂歹，我想要替你做媒人。当然啦，你结婚了后会使阁继续在阮兜斗相共啊。我记。是安怎讲呢？其实查某人的青春是有限的，
敢讲你无恢复记忆，就拍算安尼过一世人？我的过去到底是安怎，根本就唔知影。假使我若是已经有翁婿，我搁甲人结婚，但我若是恢复记忆，是要安怎处理咧？玉冠，少金。好啦，这件代志只是我顺嘴讲讲的，你考虑看卖啊。毋过你也会记，咱今日所讲的话，就当作咱两个人对面。哦，啊，你两个我走到遮来。对啦，拄仔说明哦，车经过去啊，伊讲囡仔已经带转去啊。真好。这就是你的房间啊。啊，这是我的桌啊！是啊，这就是你的厝桌啊。我嘛给你准备一寡玩具吼，故事册，啊，都放假。你若做功课做了忝吼，会使看。明你看，你搁欠啥？你只要甲我讲，我一定买给你。啊对啦，我嘛买一寡衫裤，伫衣橱内底，咱来试穿好，啊？想啥？哈？我的包啊嘞！在啥啦？唔知呢。哦，什么物件呢？这歹味。哎呀！你若甲我放掉啦！啊，物件在吵，你搁捡个创啥？这哪会吵？好来，来，去坐咧。阿不甲你讲，你这粒唔食表啊吼，太大啦。你看，这是我专工要买来互你纪念的哦。这吼是最新流行的手表啊，我专工啊，有人为外国做倒转来呢。迄个手表啊，是阮阿爸送互我的啦，佮安怎嘲笑，拢是阮阿爸的心意啦。好啊好啊，囡仔若介意就好。娘娘，啊你手摕的是啥？这是鸭筋啊，阮阿爸知影上爱食这，所以特别藏伫咧包包要互我食的。阮阿爸有甲我讲过哦，物件是唔通好白带，会去互雷公公司啦。我是放心，惊你食歹歹倒，啊你若煞就惨讲，我去有你讲讲。啊好啦好啦，搭明良也无歹意啊，明良是讲哦，勤俭为根本，安尼嘛无毋对。明良啊，是讲迄物件哦，放了若伤久去互臭酸哦，食了会拍歹身体呢。最后无歹啊。明良啊，你若遐爱食迄哦，阿祖哦，则叫人去买足济，互你食，安尼好。啊对啦，细明啊，阿明良要读册的手续，你敢办好啊？阿嬷，啊，转行的手续吼，真紧就会办好势啊啦。啊，对啦，啊，我嘛有将俊信的户口吼，会迁去咱遮来啦。你甲俊生的户口迁来咱兜，秀啊，你现在要来做？啊，就阮阿嫂讲，俊信家己一人吼，孤单无伴，我毋知想讲，甲转去咱即区来读。啊，那呢，明良、俊生，啊，搁银杏，因三个人读同一间学校，因就袂无伴嘛。你哦，你大主大啊好啊好啊好啊，啊搭转来就转来啊，因三个若斗阵嘛较有伴，啊你敢毋是？什么咧靠谱？明明啊，干阿孙呢？阿祖甲你讲哦，阿祖摕足济物件要互你食，来，你看，这牛奶糖啊吼，你摕去食。细明，哎，细明，我安尼死做嘛是一番的好意啊，想要到你会为这种小可代志在咧生气安尼。这毋是大代志、小代志的问题啊，这是原则上的问题，你知影？虽然讲启东啊，伊无啥物意见，要毋过这个代志你爱甲我参详啊，上届无你嘛爱互阿妈知影。好啦好啦，拢我毋对啦，我甲你话死你无好，我甲你保证吼，后摆吼袂阁发生这种代志啦。秀啊，你坦白甲我讲，
这件代志无遐尔单纯，你是毋是有代志要问我？你是咧讲啥？我咧想，这件代志无遐尔单纯，你会无缘无故，甲准新的户口签来咱遮，到底是为着啥？好啦，我甲你讲，我是有真心做客囝。